主后2024年3月初7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安息的意义，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。马可福音第2章18节到28节。约翰的门徒甲法利赛派的人得禁食，有人来问耶稣。约翰的门徒甲法利赛派的门徒禁食，是安怎你的门徒无禁食？耶稣应讲：新郎邀甲婚宴的人客做伙的时，人客减会禁食；因邀甲新郎做伙的时，袂禁食。日子得要到，新郎会互人对因中间掠去，迄日因就袂禁食。无人用无求水的布去补旧衫，若安尼做，迄块新布会救你破衫，颠倒破搁较大空。嘛无人将新酒入伫旧皮袋，若安尼做，新酒会甲皮袋逼破，酒流出来，皮袋嘛歹去。新酒应该入伫新皮袋。有一个安息日，耶稣对卖园经过，伊的门徒哪行哪綴未遂。法利赛派的人对耶稣讲：你看，因是安怎伫安息日做袂用得做的代志？耶稣甲因讲：恁竟毋捌读到大卫甲对伊的人巴肚枵需要食物时所做的代志？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，大卫入去上帝的殿食献祭的饼，嘛互缀伊的人食。即款饼，祭司以外的人袂用得食。耶稣甲因讲：安息日是为着人来设立，人毋是为着安息日来创造。所以，人子嘛是安息日的主。安息的意义，美国好莱坞动作演员记者蒋森捌伫社群平台分享过去的经历。伊表示讲，少年的时捌因为无钱买四手仔，逐工拢去共一间便利商店偷一条巧克力豆，错误的行为足足1年。就算伊后来出名搁富裕，每当经过便利商店，还是会为着过去的错误感觉愧疚。2022年，伊转去迄间超商，甲货架顶面当年偷的迄款的巧克力豆甲扫光，结束了后，甲店员讲，若假使有人看起来想要偷，就直接互伊，安尼因就毋是会贼仔咯。若有人对食的巧克力豆中间摕一条阁无结束，安尼减算是偷。其实答案就伫食的巧克力豆的主人的心意。今日的经文讲到，耶稣和门徒伫安息日经过一片麦园，门徒也若行也若綴未遂食。法利赛派的人因为安尼质疑耶稣，指出伊的门徒做出伫安息日不准做的代志。法利赛派的人眼中看的是规范，谁的行为下伫安息日的规定，才是守安息日。总是耶稣不论伫行动也是话语的顶面，拢表达出安息日的实质内涵，不在伫遵守教条，实在伫谁有权柄定义安息日。人子才是安息日的主。耶稣举旧约的一个例，大卫和随从伫
伫邀约的时，行入上帝厝，食白色的饼。按照犹太人的律法，代表已经违法，因为白色的饼单单只有祭司才会当食。耶稣提出这个题，是要互法利赛派的人思考：上帝伫安息日爱的是甚物？虽像上帝爱的是人族，毋是爱人死守教条。对顶面所讲的例通知，无论人安怎守安息日，重点在伫是毋是合伫主的心意。耶稣借着代笔的例提醒人守安息日、参加主日礼拜，重点在伫是毋是追求上帝的心意，所想所做是毋是合伫伊的心意。教会有一位同工年纪轻轻就互选做执事，因为对主的热心才能受看重，伊对大大小小的服侍差不多拢接受。一开始，伊自我安慰，认为每一个事工拢应该接受，才是听主的表现。不过，教会的服侍毋若是做代志尔，也爱面对人际关系、做事的方法、信仰观念的调和等等。因为真侪服侍的工课太补，事工的责任甚大，过无偌久，这个少年的执事就压力大甲记载袂牢，真想要甲一切放下。当伊有即款念头的时，第一个时间并无找牧师谈。过一段时间，有机会和牧师分享，才讲出家己的转变。伊讲，原本感觉服侍压力真大，真想要甲一切拢放掉。后来，伊并无安尼做，不过伊也无甲所有的服侍拢担起来做。反倒当是搁较侪时间思想，主欢喜我做倒一寡代志，伊欢喜我安怎去做遮个代志。当伊安尼思想，对迄一时刻就开始有安息。默想，耶稣是安息日的主，对我的意义是甚物？耶稣是安息日的主，对我的意义是甚物？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上帝，感谢你，互我知影你是安息日的主。愿你帮助我活出你设立安息日的美意，互我的心身灵得到安息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